口停下呀！你不要命了？我实在是跑不动了。暖和了吧？我不动了。怎么了？我的脚好像崴了。脚？哦。这边吗？这下你总该背着我走了吧？哎，我在问你哪里痛？这里痛，痛！走不了路了，好像走不了路，好痛痛死了！痛！你快放我下来呀！你别乱动！你是扭伤哎，万一伤上加伤怎么办啊？那你就不能背着我呀？顺手吗？上来吧。喂！你干嘛在路口停下呀？你不要命了？你那么夸张干嘛啊？我哪有夸张啊？你刚才差点没撞到，你不知道呀？好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你还笑？为什么不能笑？就是不能笑。你别生气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我自己能走。左脚还是右脚啊？糗大了！王兰，既然已经被看穿，就不要乱动了。淡定。好累啊！怎么样？赶紧交代。累，但是很开心。Yes， 我都替你感到开心。不行，我要发朋友圈纪念一下。这都什么鬼啊！胡说八道！王兰，你快看。背后说闲话，当心赖舌头。哎呀，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们又管不了别人的嘴。那不行，咱们必须得反击。三人成虎的故事你没听说过吗？小姐的清白之身不能任凭玷污。哎，你这话说的有点不对劲儿，谁被玷污了？说反派，反派就登场。哎，你要干嘛？你别拦着我，本桃今天要除妖卫道。这是学校边上事儿。早啊！早，学姐。皮笑肉不笑，非奸即是盗。用脚趾头想都知道，肯定是他们搞的鬼。我们又没有证据。再说了，这种事儿只会越抹越黑。反正只要苗里别误会我就行。苗大神不是那种人，肯定不会的。但是我们不能就这么忍了，我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小桃，你可得先答应我，不许惹事，咱们犯不上招惹小人。我能惹什么事啊？我又不会吃亏。我们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，我可不想横生枝节。更重要的事？你是说苗大神？你们不是一切正常吗？现在是正常，可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事儿？所以呀，保护工作还得继续，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而且，自从上次约会之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心神不宁的。苗里态度越是对我好一点，我反而越是担心一些。王兰，不要怕，
邵苗大神这趟车危险系数当然高，我们只管看好他就行。走吧。醒醒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在这睡觉？你来我宿舍干嘛？网上帖子你看了吗？干我什么事啊？你别打扰我睡觉。是跟你没关系，但是跟汪澜有关。你自己看吧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在这睡觉？你来我宿舍干嘛？网上帖子你看了吗？干我什么事啊？你别打扰我睡觉。是跟你没关系，但是跟汪澜有关。你自己看吧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汪澜也不会被黑。你苗大学长可以不在乎，可她是个姑娘，凭什么帮你背黑锅？你是一个男人，你要有担当，有责任。如果你做不到这些，麻烦你离他远一点。汪澜的责任，我可以替你负。网上的帖子我看到了。哦，我猜你也会看到。你还好吧？我没事儿。那就好。好好上课，别玩手机了。哦。喂，你在忙吗？是这样的，我想要请你帮我办一件事情。多安慰我几句会死啊！真是一个劲。你干嘛？